今日美股市方面咧有大動作嘅，特朗普又宣布暫緩加關稅，引發市場大升，納指勁升2.47%， S&P 500咧都升超過2%，咁基本上所有板塊都升晒啦，其中非必需品板塊大幅升咗3%，科技同通訊服務都升過2%，最少升嗰個咧都升咗0.77%啫。大家好，我係 Peace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點解會咁升？話說上個禮拜特朗普又對歐盟出招，話歐盟談判冇進展，要喺6月1日開始對歐盟貨品徵收高達50%關稅，成個市場好驚，覺得隨時會有大鑊嘢發生嘅。不過幾日之後呢，特朗普同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傾過電話之後，又話會再推遲到7月9號，目的就係爭取多啲時間俾雙方談判。消息一出，無論美國定歐洲股市都即刻彈上。個情況其實就係話，所有嘢而家都推到7月9號，等嗰日睇下係咪真係傾到妥。咁如果傾唔掂啦，唔止歐洲啦，仲有其他國家都有機會俾人再徵高關稅呢，經濟壓力會即刻翻晒嚟嘅。暫時睇到特朗普對於同中國、歐洲、日本、韓國同印度都一齊推進談判，傾向軟化，所以好似4月2日咁全線恐慌應該難啲再出現。不過唔排除特朗普間中又會拋啲威脅出嚟嚇市場。歐盟方面都唔傻嘅，佢哋依家將焦點放喺鋼鐵、汽車、半導體、民航同藥品呢幾個重點行業。歐盟貿易專員直接主導高層談判，同美國商務部長同貿易代表同步聯繫。消息話歐盟已經交咗一份全面合作建議，但美國覺得未夠，唔夠切合自身利益，所以又拋翻轉頭。特朗普都公然放話要加稅。處理呢口談判就係由美國嘅 Lutnick 主導，屬於較強硬一派。佢哋覺得全世界都離唔開美國市場，皮亞斯就幾擔心呢單嘢有排都未有結果。歐盟都備好後手，之前已經批准咗對210億歐元美國貨品徵收報復性關稅，鎖定大豆、家禽、摩托車，重點針對特朗普嘅票倉。再嚟一輪準備咗高達950億歐元新清單。波音、美國車、威士忌、半導體、藥品，通通有份。即使之後短期內成功簽協議，歐盟都預咗特朗普會保留啲關稅唔移走，所以一定要預先準備反制手段。先高調養，之後講談判，已經係特朗普外貿博弈固定橋段嘅啦。對於我哋投資者嚟講，可能有人會諗趁特朗普發威嘅時候入場，等佢退讓嘅時候套現，算係一個炒作策略啦。不過都係玩笑啫。最重要大家明白，只要特朗普喺位，咁啲市嚟嚟回回都會係咁玩，正正係考驗投資者心理。講完貿易戰，睇埋大數據。美國 Conference Board 咧，方啱公布咗消費者信心指數，5月成個大反彈，信心指數彈到98，連升12點，遠超市場預期。觀察到消費者其實好敏感新聞週期嘅。特朗普4月9日話暫停對等關稅開始，消費信心回暖得好快嘅。咁而家呢，即係有成44%嘅受訪者呢，覺得未來1年呢股市會再高啲，比上個月呢升咗6.4%。就業方面，19個百分比受訪者覺得未來半年會有更多嘅工種出現，高過上月。預期減少工嘅比例就由32跌到26。不過而家工作情況一般啊，32個百分比覺得工好多，18個百分比覺得揾工難咗。數據都反映初領失業金雖然低，但係續領就越嚟越多，代表揾第二份工開始艱難。今次仲有一份特別調查，專問大家最近有冇貸款消費、計劃旅行同儲錢備用。咁結果呢，最多人趁呢排專登儲多啲銀彈，以防之後要用，代表大家唔係真係冇錢，只係未雨綢繆。短期內消費未爆，但有潛力。只要未來關稅陰影消除，又會即刻掃貨，對經濟支持好大。皮亞斯認為，其實美國消費信心呢啲調查好易受新聞影響，好難單靠一個數據做決策參考。特別係依家社交媒體咁發達，數據就反映短期事件影響多過真實購買行為。今次嘅調查再次證明消費者只要信心一返嚟就有爆發力啦。再嚟睇下日本。依家成個市場關注日本償債問題，30年、40年期國債利率急升，就因為日本國債拍賣反應麻麻。點解話同我哋有關？因為日本一直都係全球資金來源地，利率大波動會直接影響全球債息同各地借貸成本。如果日本國債利率再咁升，全球借錢都會貴。
而今日日本財政省罕有出手，問券商同買家點睇國債需求。其實日本央行已經由過去主導買債，依家慢慢想退出，導致需求明顯減弱。今次研究都幾明顯係想搞個市場心理戰，釋放緊信號，話有機會收縮供應。嗱，一下消息咧就即刻見到日本長債息暴跌啦，由3.2跌到呢個2.85，美國30年國債咧都拖低嘅，日股彈翻，日元又跌，大家都識揣摩，覺得係收縮長債供應前奏。業界普遍估最早7月會調整發債結構，收縮長債，短債供應反而會加。長遠嚟講，如果日本央行繼續加息，政府負擔一定加快惡化。其實美國就要當日本為前車之鑑嘅。美國雖然經濟動力勁夠，但係債務增長方式差唔多。將來當美國政府繼續用錢冇節制，美債泛濫，利率向上衝，美聯儲要壓得住得靠買債，咁又係要印錢，最終貨幣一定最快被稀釋。所以大家日後理財真係要多留意稀缺資產，對抗貨幣貶值。再講返美股個別股份啦，今日蘋果同 Meta 都有消息要注意。蘋果方面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塞特做訪問，態度好矛盾。佢話無意傷害蘋果，但係同時又要蘋果自行吞下關稅成本，唔可以轉嫁俾消費者，即係話要蘋果自己啃住啲關稅，唔好揚價。日前特朗普都係話，若果蘋果唔肯搬翻生產線翻美國，就準備好被徵收25%關稅。之前仲專登勸庫克唔好去印度設廠。哈塞特認為蘋果有議價力同庫存嘅能力可以消化到部分嘅關稅，但係利潤率嘅壓力係會增加。呢種情況對於我哋投資者嚟講係唔好嘅消息。就算蘋果有得頂，小公司一定頂唔住。再到 Meta， 最近又重組 AI 團隊，將原本一大班拆細，分做 AI 產品同 AGI 基礎團隊。AI 產品就專做 Facebook、Instagram、WhatsApp 啲你用到嘅 AI 功能。AGI 就專研 Llama 模型、語音、多模態推理。非研究部門都照舊，不過有啲多媒體工程師被調咗過去 AGI。今次目標好明顯，要加快產品推進，唔可以再俾 OpenAI、Google 拉開距離。冇裁員，冇高層走人，但行政崗位重分，成件事想加快團隊反應，唔好成日卡住流程。其實 Meta 成日重組 AI 團隊，啱啱先重組完。今次因為部分關鍵工程師出走搶人才 ，AI 行業而家競爭激烈，要錢又要人，大公司贏就靠夠資金又快出新產品，所以越嚟越多 AI 機能落地應用俾用戶。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